后来乡亲呐，讲到即摆啊，用要人拢有一支手机啊，而且拢是当做是随身宝安尼保年年。但是难免总是会无细致，这个手机啊会滴落水。啊，这个手机啊滴落水，真侪人第一时间会用吹风机，甲这个手机啊吹好大，速度来开机。 关机，或者是充电，要来确认这个手机啊是毋是有歹去。手机啊专家讲，千万唔通安尼做哦，因为安尼做恐惊颠倒会互手机啊规机拢报销去。那你手机啊入水，到底要安怎做才好咧？来看专家甲咱解答。扑通一声，手机啊落入水底。 想要手机啊无代志，民众第一时间会安怎做？先用吹风机吹干吧，先开机看有没有那个荧幕啊。是把它擦干啊，吹风机里面零件把它稍微吹一下，让它干掉啊。手机的专家统计前3名，民众有可能犯的错误，拢有可能互你和手机啊讲拜拜。第1名就是用吹风机甲手机啊吹大，吹煞才甲手机啊开关机。 上尾也无细心，搁甲手机啊充电。手机的专家讲用吹风机无效，因为手机的壳真密，风无法度吹入去。想要家入水零件吹大真困难。这个时阵，搁开关机通电，或者是插线来充电，零件特别有可能会歹去。你的泡水期型如果没有很严重的话哦，我建议你把它放在通风处，让它风干。风干没有水分的情况下，你去尝试做测试开机，可能风险会比较低一点。 若是手机啊真正入水，把握3个原则：第一个入水了千万莫摇；第二个放伫通风的所在，互伊自然吹好大；第三，若是手机啊要是无法度用，赶紧送去维修。我们现在很多手机都有防水功能，但是如果要彻底真的防水效果，一定要买防水保护套。 有水的所在出入，上好是用防水套更加有保障。充电孔是手机啊上有可能入水的所在，嘛要加注意，加一寡保护，才会使避免手机啊歹去。